童一念，嘿，这也叫粥啊？连米都没熟啊！对不起啊，外公。我真弄不懂啊，人的脸皮怎么能那么厚啊？连顿饭都做不好，还要做我们家的管家？难道让我这个瞎老头来伺候你吗？不是这样的，外公，我刚学做饭，所以笨手笨脚的。做不好就学，学到做好为止。我知道了。我每天让你几点钟起床的，你一定是早上起床之后才洗的米，要不然这粥怎么会熬成这样啊？以后头一天晚上就要想好第二天要吃什么，做好准备。如果要熬粥的话，就先把米泡一泡。有什么不懂的话，就跟外公请教。外公做的粥比你做的好吃多了。我知道了。这个粥啊，米是硬了点，可里面的皮蛋和肉还有点味道。谢谢外公。外公，平时这个米应该煮多长时间啊？是大火还是小火啊？俗话说“紧锅粥，慢锅肉”，粥要用大火煮。哦，外公，你等我一下，我拿笔把它记下来。那个男人已经成为了戒不掉的瘾。谁啊？一大早。是你啊？是不是你牵线搭桥的呀？是你让我妈和我马集团联手收购完美的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你一大清早跑过来发什么疯啊？要发疯的是你，英英，你不是上帝，你没有权利操控别人的命运。笑话！我为了公司，我有什么错？别忘了，我也是公司的股东。你妈妈做的没错，陆向北就是应该受到惩罚。英英，你清醒一点吧。陆向北已经离开你了，无论你之前对这段感情多么在乎，但是现在已经结束了，就像我和一念一样。沈康琪，你没资格跟我说这些。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你了解我吗？虽然这些日子和你一起假扮情侣，但是有一段时间，我说服我自己和你真心相处。但是没有想到，你为了报复我哥，变得那么的自私。你这样下去的话，你真的会发疯的。我没有疯，是陆向北逼我的。如果你是我的朋友，你就应该支持我。别忘了，只有我得到陆向北，你才能得到童一念。事情不是这样的，我早就放弃他了。现在，我只会祝福他跟陆向北。莹莹，有句话我希望你能够明白：一段真正的爱情，它会让你拥有崭新的世界；一段充满仇恨的爱情，会让你失去整个世界。少跟我说这些大道理，我受够了。我有什么错啊？我一心一意的爱着陆向北，是他们对不起我。还有那个童一念，自从他出现以后，我就事事都不顺，现在连拍电影的愿望也落空了。你还留着这个剧本？还给我，不用你多管闲事。既然你要帮陆向北和童一念，你就不是我的朋友，你给我出去。莹莹，你何苦这样呢？你这样做，不但为难别人，更为难你自己。今天我才知道，你这么在乎这次机会。但这一切都让他们毁了。你知道我有多渴望演这个女主角？为了她，我把所有的台词都背下来。但这又有什么用啊？莹莹，你别这样。你走吧，你给我记住，我英英从小到大从没失败过。这些耻辱是陆向北和童一念给我的，我要让他们加倍负。我知道你反对我的收购计划，
就算你在董事会上提出反对意见，我照样会坚持。英英，别叫我的名字，你给我走。你和子祥怎么样啊？你的腿好点了吗？爸，你放心吧，我们现在很好。子祥帮我重新找了一家康复中心，我的腿虽然不能动弹了，但已经有了一点点知觉。子祥对我比以前更好了，我也放弃了以前的坏心情，现在一边治疗一边度假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听到你这样说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爸。啊？公司的事情，康琪昨晚给我打电话了，他说我妈执意要收购完美。这个事儿你也知道了。哎呀，真是一言难尽呐。哎，子祥在你边上吧，让他接个电话。爸。喂，子祥啊，情况比较紧急，公司的经营我又插不上手，所以我为今之计啊，我就全指望你了。爸，您有什么要我做的，您尽管开口，我一定会帮您的。不过我远在美国，会不会远水解不了近渴啊？我这次啊，还就是要你这个远水解华彩的饥渴。子祥，你帮我做一件事。有人开始抛售完美的股票了。整个人力资源部的人给我填好了，所有人不得休假，全部到位，买进完美的股票，有多少卖多少。还有，密切注意华彩和欧玛的动向，有任何消息马上告诉我。陆总，这是您要的财务报告，我们初步核算一下反收购的成本。我们有多少胜算？成本是您估算的2倍以上，如果股价继续被推高，成本还要加大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办啊？情况是不是很糟啊？这不是最糟糕的，我是担心其他股东们经不起诱惑。小马，怎么样？和你估计的一模一样，这帮老家伙被杰西卡拉去打球了。明白。好球！好，标准。这个本来就是一项知进退的运动，有时候要以退为进，只会往前冲而不会往后退的话，说不定在前面就是个万丈深渊了。听到没有？陈太太给你们机会呢啊，赶紧把握。不退吧，陈太太的意思我们当然明白，我们也是完美的老臣子，可就这么把股票卖出去，我们将来怎么办？难道都养老退休？对呀。你们2位都是人才，想退我也不愿意呀。我在公司里面已经预留了最好的位置，股份呢肯定少不了。陈太太是爽快人，帮她就等于帮你们自己，赶紧考虑清楚。过这村可就没这店了。你们考虑一下吧，我开出来的条件肯定会比陆向北好。好吧，既然陈太太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们同意把我们的股份卖给你。我也同意转让。陈太太，陈太太，我是这个意思啊。我帮你把那些老家伙给约出来，还让他们把股份卖给你。我没有功劳，总有苦劳吧？我懂你的意思，但是今天说服他们的，恐怕不是你，而是我口袋里面的钱吧。你这个人也别太贪心了，我已经把你的5%的股份给买了，1000万，你觉得你值那么多钱吗？话不是这么说吧，陈太太。
我不是你哥哥童之行，想从我口袋里拿钱的话，靠的是本事。等待等，我承认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可是你不要忘了，再聪明的人也会犯低级错误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说什么不重要，你还是掂量掂量，我的苦劳到底值多少钱？来，喝杯咖啡吧。怎么样啊？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，应该撑不了多久了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啊？除非让他们其中一家公司暂停收购我们。对不起啊，都是我没用，把你都给连累了。涂一念，你听好了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把我没用这个词从你脑海里面彻底删除。以后只有我可以，我行，你听懂了吗？如果我真的行，就不会失去你的爱，伤透你的心，让你到现在都不肯原谅我。葡萄哥哥，我知道你还没有放下我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我跟你说得很清楚了，我对你已经完全没有感觉了，我不再爱你了。你胡说！你看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爱过的证据。你敢对着他说你不爱我，对我一点感觉都没有了吗？你明明心里就有我，为什么不敢承认呢？你要我怎么做，你才能相信？除非你把这个戒指戴在别的女人手上，不然我会等你一辈子的。我发誓，一定要带着一朵和一念去打高尔夫球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谁呀？一朵老大，你干嘛呀？这已经不是你家，不要随便进来。我这是为了千辛万苦才把它搬回来的啊。菜谱啊，你看，有粤菜、川菜，对不对？你是故意要气我的是吗？你明明就知道我把师傅的菜谱给弄丢，你就拿这些菜谱来气我。喂，我这是在帮你，好不好？帮我？你要帮我是吗？啊，等着啊。干嘛？你要帮我把菜谱抢回来，然后把他们的装备给剁烂。有话好好说。暂停，你拿刀干嘛呀？哎呦，我想了整个晚上就想到这一招，想用了这招，师傅的菜谱就可以回来了。我这是已经看到你已经关在拘留所了。你，好了，一朵老大，我以前呢也觉得喊打喊杀那一套很管用，自从经历了上一次，哎，真的是伤不起。你要是用这种方式抢回菜谱的话，你不光会蹲监狱啊，梁妈要是知道的话，肯定会伤心透顶的。哎呀，那怎么办嘛？没有菜谱，连环菜怎么传承下去？好了，一朵
老大，你别难过了。那看菜谱啊。开什么玩笑？没跟你开玩笑，我跟你说的是真的。你想啊，我们的餐厅为什么要叫梁妈私房菜啊？梁妈是跟她丈夫学的手艺，那她丈夫呢，就是为了看菜谱啊。梁妈加入了自己的想法，创建了属于她自己的菜谱。你一朵老大也是通过你自己的想法，创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菜谱的啊。哎，还有啊，你不是很喜欢看那个节目叫《厨神争霸》吗？只要你好好研究菜谱，你一定能超过他们的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所以你也觉得我说的对啊？哎，我反对。不管你对收购前景多么乐观，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。我反对和欧玛集团合作，更反对收购完美集团。而且，我觉得有人牺牲公司的利益，只为了个人的目的。沈康琪，这个沈康琪实在太过分了，分明就是在指责我。唉，谁叫你那是华彩的少东，有个董事长做靠山。谁说华彩就是他们沈家的了？有个董事长当妈了不起啊？那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莹莹，是你吗？外公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等你很久了，我想单独和你谈谈。那我上去等你吧。儿子，我跟岑太太合作是为了你，为了沈家。哎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可是陆向北也是我们的家人啊。好了好了，我已经向媒体宣布了这个收购计划。你要让我怎么下台？你要是反对，我就撤了你的执行总裁。妈，收购完美非同小可。我是站在公司的角度上。哼哼，你呀，是站在你爸爸的角度上。你跟你爸都反对，这个我昨天晚上一回来就看到他一张臭脸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昨天不是醉了吗？我啊，哼，是人醉心不醉，我心里清楚得很。爸也是为了公司着想，他担心我们华彩收购完美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如果能够一口吞并了他早就这么做了。完美的根基很深啊。我就是因为知道他根基深，我才拉着陈太太一起啊。他们现在群龙无首，正好是我们对付他们的好时机。我知道你爸爸不同意，可我是华彩的董事长，我说了算。外公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莹莹，我知道向北他伤透了你的心，可是他也有他的苦衷啊。我今天来找你，就是要告诉你，外公，你不要再骗我了。你答应过我，向北哥会和我结婚，但他非但没有选择我，还让我的事业陷入了低谷。我知道这都是向北的错，可莹莹，你听外公说一句。够了！这些年我就是因为太听你的话，所以我才错过了和向北哥的最佳时机。实话和你说吧，是我让沈夫人和岑太太联手收购完美集团的。什么？莹莹你？事到如今，你也不用再演戏了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在利用我。莹莹，你让我接近沈夫人，故意破坏她和沈孟德的关系。说服我回到华彩参与管理。说到底，你是想让华彩和完美都变成你们陆家的。外公，你太贪心了。既然你早就知道了，你为什么不在向北面前说明这一切呢？外公，我并不笨，我只是不想捅破这层纸。我一直很努力地想做向北哥的妻子。是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你能帮我得到向北哥，但是我错了。莹莹，其实我的本意是……你的本意是报仇嘛？你天天都挂在嘴边，连我都听烦了。外公，说句心里话，要不是你一直撺掇向北哥报仇，他会变成今天这样吗？
记得我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，他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，虽然耳聋，但是却很开朗。自从他开始报仇以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。当然，我也变了。这些年，我对报仇有这么深刻的领悟，还要谢谢你，外公。我还有事儿。 洗澡啊，我帮你放水。出去了。我刚才是不是有点过了？不是有点过，是太过了你。哇，一楼老大，你行了，你什么都别说了，刚才就是个意外，我相信只是意外。就你喝多了你。
我今天没喝酒啊。那你就昨天喝的啊，而且你喝的是洋酒，后劲还很大呢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我绝对不会告诉别人的，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然后我们把这件事就忘记，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所以，你从来没有想过我们？叶希，我们就现实一点吧。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，唉，我既不聪明，又不漂亮，我又没有受过什么好的教育。怎么会啊？让我把话说完。我怕过了今晚我就没有勇气说了。我承认，我对你曾经有不该有的幻想，我曾经喜欢你。我知道，我们是两个不同世界的人嘛。我终其一生就想要待在我最喜欢的厨房。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守着我妈的餐馆，陪你度过一生。我只是一只井底之蛙，也是一只美丽的天鹅。海阔天空是你的世界，我也知道你不会为我停留太久的。所以，我祝你一路顺风，可以找寻到自己的幸福。你怎么会这么想？我就是这么现实啊，所以我不喜欢看什么童话故事，这就是我跟你不一样的区别。哎呦，可以把心里话说出来，真的很痛快。现在呢，我就可以一心一意地捍卫师傅的荣誉了。所以你想到新办法了？我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好办法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把菜谱抢回来，然后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梁妈私房菜只有我们这一家。加油！你看到没？刚才那个盲人老爷爷一个人过天桥，也没个人陪，多危险呢！外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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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走开，我不想见到你。外公，这么晚了，你去哪儿啊？我去哪儿跟你无关，你放开我。外公，你要是不肯回家的话，那你把行李给我，你去哪儿，我跟着你去哪儿。是吗？那好，那我告诉你，我到一个连鸟都不拉屎的地方去躲起来。你堂堂一个大小姐，你受得了这个苦吗？你走吧。外公。离我远点儿，我不需要任何人同情我。外公，我没有同情你。回家吧，我们是一家人。谁和你是一家人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是我让向北找你们姓童的报仇的，我才是那个幕后黑手呢。不是的，外公是好人。好人，好人这俩字儿离我已经很久了。我害了向北一辈子，从小到大我就教会他报仇，能有这样的好人吗？我明知道他不爱英英，可我非把他们俩撮合在一起。我也知道他和你是真心相爱的，可我呢，千方百计地阻挠你们，让向北他那么痛苦。都是我是世界上最恶毒的外公。不是这样的，外公别太自责了，我从来没有记恨过你。傻丫头，你就让我走吧。外
么了？受伤了？外公，你我没事，外公没事吧？外公，你能叫我一念，我真的好开心。以前爸爸工作忙，都没有时间管我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我有外公了，我们就像家人一样。所以外公，你不要太自责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我们回家，一家人开开心心的生活，不要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了。傻孩，外公是瞎子，怎么说也是你们的累赘呀。外公怎么能是累赘呢？外公是亲人。外公，陆湘北都已经失去梁妈了，就剩下外公一个亲人。现在公司又内忧外患的，如果没有外公，我们都会支撑不下去的。所以湘北需要外公，一念也需要外公。外公，我们回去吧。外公，这边走。除非你把这个戒指戴在别的女人手上，不然我会等你一辈子的。向北哥，有事吗？向北哥，你干嘛这样啊？你又不是第一次见我。到底有什么事？我现在是华彩集团的董事。不过不久之后，说不定会是董事长呢。你今天来就是跟我说这个？你以前对商场不是完全没有兴趣的吗？人是会变的，就像你啊，最爱对我笑、最呵护我的向北哥，我也为了同一念成为了我的敌人。商场真的不适合你的，放手吧。你也知道商场不适合我。自从你把我假结婚的消息向媒体曝光，我的事业就一落千丈。我今天来就是要向你下战书的，你给我听好了。我不但要联手岑太太吃掉你们的完美集团，还要亲自玩一把更大的。你想怎么样？沈康琪真不愧是你的好弟弟，他天天在会议室跟我唱反调。不过也没关系，对付这种可有可无的人，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沈家彻底出局。莹莹，虽然你跟康琪是假结婚，但是我看得出来，他对你真的很好，很坦诚。你就不能给他，还有给你自己一个机会吗？他如果真的是为了我好，就不应该阻止我。莹莹，岑夫人绝对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欧玛集团在业界对于同行是出了名的过河拆桥。童知行跟岑夫人认识几十年了，完美到最后，还是逃不过被收购的命运。你觉得华彩会是个例外吗？喂。我知道。那稍后，我明白。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。啊。
您慢点。向北他还没回来吗？哦，向北说公司有事，让您早点休息。啊，知道了。外公，那没什么事，我先出去了。玉言。啊？有件事。什么事啊？没什么，你去睡吧。哦，晚安，外公。站住！有事吗？哎，这是我家，你看到我连个招呼都不打，你是不是太没礼貌了？好啊，我明天就搬出去，这个家都是你的，行了吧？哟，说到底啊，你还是维护陆向北。你觉得我对付他，你心疼了是吗？我心疼向北，我更心疼华彩。你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照你们这样折腾下去，华彩迟早要出事的。沈蒙德，你太瞧不起我了。实话告诉你，我马上就去跟陈太太参加新闻发布会，你就看着我们收购完美吧。好啊，那就小心一点，带着点药，胃口太大了会消化不良的。你。我们好久没出来这么散步了。早上的空气很清新呢。茵茵告诉我，是他牵的线，让华彩和沃玛集团联手收购的完美。外公，你全都知道了。这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。我知道。你今天压力一定很大，他们要召开新闻发布会的。向北，你有办法应付这次危机吗？可今儿一早起来，看你好像心事很重啊。外公，有件事情我放不下。是意念吗？外公虽然眼睛看不见。可我听得见，你的心事很重啊。昨天英英来找过我。什么？她来找过你了？她给你带去什么好消息吗？她拿走了我一样很重要的东西，但因为这样，启发到我应付今天发布会的一个方法。首先，我谢谢各个媒体今天的来临。我们欧玛集团及华彩集团的新闻发布会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消息向大家宣布，有请华彩的于董事长。好，各位，我们华彩集团和欧玛集团已经持有了相当份额的完美股份。喂，爸。今天呢？我针对大家感兴趣的收购问题，和陈太太在这儿给大家做一个说明。这个说明还是由我来宣布吧。哎，你怎么才来啊？很抱歉，没关系，你说和我说都一样。阿姨，陈太太，恐怕今天
要让两位失望的。再过1秒，我可能就要崩溃，忍不住的泪水依旧枯萎。什么是我要的结果，已无所谓。现在只想放下一切，安静的睡。梦中的梦曾经无数次去追，可最终的选择一路向北。最后什么样的结局已无所谓，现在只想丢掉狼狈，不再后退。为爱回归这种心情那么纯粹，脱掉虚伪，找到真实才最珍贵。为爱回归